佢有配眼鏡啊，成日都防有啲中藥嗰啲得咯。中藥鋪有㗎，有話好似當你睇中醫咁，又開啲補藥，自己買咩海味嗰啲咯。咁啊去藥房買嘢，咁咪可以用到咯。係啊，我哋通常睇醫生，多數睇牙咯。其實你用到就嚟冇啦，咁咧佢又另外俾多500你，嗰500咧就限定時間嘅，好似係到年尾啦。為咗減輕長者嘅醫療開支，政府每年向年滿65歲嘅長者派發2000蚊醫療券。不過呢筆錢似乎俾有心人利用。我哋收到觀眾報料，有長者喺深水埗嘅一間藥房差啲中招。佢就俾佢吸引咗入去，就買咗個盒朱古力啦，跟住咧就另外買咗啲 lotion 啊、咁啊 cream 啊嗰啲咁，跟住咁佢俾錢嘅時候咧，個店員就同佢講話，應該都夠65歲啦，又應該有醫療券嘅喎，你可以用醫療券買嘢嘅。你俾個身份證我啦，我幫你 check 一 check 啦咁講。因為我爸爸咧就好大意咁俾咗身份證佢啦，咁但係佢真係 check 到我爸爸有醫療券係幾多，佢睇到我爸爸話啊，你有嗰個500蚊嘅獎賞要用嘅咯喎，咁你啲醫療券12月31號唔用就冇晒㗎啦咁講，咁你快啲用咗佢啦，不如買呢啲啦，有啲花膠啊，有啲咩嗰啲貴價嘢啊，全部都係介紹去買嗰啲貴價嘢咁。藥房店員所講嘅500蚊係真定假呢？其實政府有個長者醫療券獎賞先導計劃，長者只要喺同一年度累計使用至少1000蚊醫療券，系統就會自動發放500蚊獎賞到醫療券戶口。不過呢500蚊獎賞同醫療券一樣，都唔可以購買非醫療用途外嘅產品同服務，例如藥房今次推銷嘅海味食品等等，都係唔可以使用醫療券㗎。好彩陳伯伯最後都冇上當，不過就擔心個人資料外泄。翻到嚟，即係佢之後佢都越諗越好似，俾咗身份證號碼人哋又 check 到佢啲個人資料啦，因為睇到佢，跟住就好不安咁樣嘅。我覺得最驚訝嘅一件事就係佢只一間藥房，點解可以用到呢個系統 check 到啲老人家嘅個人資料去用到呢樣嘢，同埋以我所認知，醫療券係唔可以攞嚟買嘢噶嘛，仲要就嚟到期㗎，你唔用都已經會冇咗㗎啦，咁樣咁呢啲咁嘅利誘因素，佢好大機會都會有其他長者已經落咗答咯。